晨，我係4D 龐曉瑜，今日係2021年12月6日 Day 2B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，氣溫回升，預料會有一股東北季候風喺本週後期抵達廣東沿岸，並帶嚟清涼嘅天氣。根據東東氣象站嘅資料，現時室外氣溫係攝氏19度，相對濕度係74%，現時並冇雨量記錄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啊！5天天氣預報：星期三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星期四多雲有雨，天氣顯著轉涼。星期五清涼乾燥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星期六日天晴乾燥，天氣寒冷。今個星期五就係學校嘅遊戲日，3至6級嘅同學會到屯門鄧小堅運動場參與比賽，又或者做啦啦隊，為參賽嘅健兒吶喊助威。我哋3個就提早同各位健兒打氣啦！1、2、3、3、2、1，東東健兒最威水，唔係淨係得把嘴，講風度守規矩，輸咗唔會賴風水。1、2、3、3、2、1，跟住勁我最醒，聯賽競賽我真勝，宇宙最強我哋贏，金銀銅牌我哋拎，耶！